西北雨，披面红。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6月下晡2點外，烏喀喀的日頭，把塗骹烘甲親像火鼎，樹葉拍甲焦酷酷，赤鳥美佇大樹骹咧歇涼。當當日頭光的骹步，豆豆刷過西半邊，厝前的柱頂有一個戴盔笠的形影，褪赤骹行過一逝一逝的土豆溝，迄就是阮最愛的阿嬷。自細漢，時常看到阿公阿嬷因兩人一對手，毋驚日頭赤影影，正骨力咧拍菜頭、高麗菜、花菜，上食拍的是土豆。因講好天就愛這掛雨來娘，拍焦的菜乾會當囥較久，袂食就有。前阿公去天頂做仙了後，剩阿嬷家己咧船頭看尾，伊逐工守佇柱頂，無閒試試。阿爸阿母負責田裡所有的收成，阿嬷就擔作物拍日的工課，規個暗來做。阿嬷講，有代誌做，日子會較好過。阮一陣囡仔兵，見拄着休困日，毋免數上尾遐尼好食困。四大人有交代，土豆收成了後，隨着愛趕緊拍雨焦，較袂生菇拍算去，所以見擺佇6月天的下晡時，阮定定就愛斟酌天氣的變化。阿嬷帶阮坐點年前骹的醫療，阮的舊厝是向南的正新雨廊，看南邊天頂的烏雲，若是正緊就要煞過來時，伊3步做2步，隨搭家私灑咧，馬骹馬手，搭拍佇柱頂的土豆，不滅去米地仔內。等候搭土豆收成去了後，現天頂還閣有日頭，煞缀咧澀大雨。阿嬷講，西北雨落袂過車路，若像即馬，若出日，若落雨，這就是查某雨。就按呢，阮規個歇熱，不時陪伴阿嬷坐點年前骹的醫療，若買土豆，若食天然有機的秀秀仔，有3方面：番薯、土豆、四瓜仔泥，甲煎番薯餅，這攏是阿嬷傳的好食物。
上重要的是下晡时爱甲西北雨走相日，实在是刺激阁有够深刻的。时间亲像透流的溪水，人咧讲一喊过三冬，三喊一世人。阿嬷去天顶找阿公，嘛已经十外冬啊。年纪卡畜牧的医疗，无人通做伴。阮若转去庄骹，虽讲无咧晒菜瓜甲土豆，有时嘛会坐踮稻埕边迄丛大树骹，额头若看到天顶的乌云升过来，就亲像听到阿嬷在吩咐：囡仔兵啊，西北雨连绵要劈落来，你咧晒的棉照被爱收的嘿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